現時喺香港成為一個機師嘅途徑啊，唔係好多，而係好難得有個機會俾我哋香港嘅年青人。我係阿 Fred，我係香港國際航空學院第一班見習機師嘅學生。我自己其實由細個開始就好中意飛機。我細個嗰陣時喺啟德機場嗰度搭第一次飛機，然之後就俾飛機吸引到我。搭完嗰程飛機之後呢，有個手信，嗰個手信呢就係一張明信片嚟嘅。咁嗰個明信片就係一隻飛機明信片，我一路都保管到而家，亦都係一個對自己嘅 remind 咯，即係無忘初衷。我覺得最難克服嘅就係夜晚做一個 landing 啦，因為個跑道嘅燈光好暗啦，我哋好難去 adjust 到飛機距離嗰個跑道嘅高度，所以唔係咁容易去做一個 soft 嘅 landing。我覺得自律對機師嚟講係好重要嘅，因為喺機師嘅生涯入邊，我哋當中係有好多考試啊，係需要過，同埋呢個 career 係講緊有幾十年嘅時間，即使係喺個低潮嗰度都要堅持住自己個信念，相信自己，然之後繼續行落去，希望自己可以早日成為一個獨當一面嘅機長，俾人哋信服啊，可以take up 多啲責任咁樣。